當生命危在旦夕，被至親嘅人追殺，你會點做？大衛正經歷緊呢個絕境，掃羅王嘅妒忌令佢性命懸於一線，感覺被世界遺棄。究竟點樣才能逃出生天？但上帝嘅愛從未缺席。大衛嘅妻子米甲以過人嘅智慧同勇氣，迅速行動。聖經撒母耳記上19章12節清楚記載，米甲卻把大衛從窗戶墜下去。呢個不單係米甲嘅愛，更係神親自介入，確保大衛得蒙保護嘅明證。神嘅手正喺最危急關頭為佢開咗一條生路。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無論你正經歷幾大嘅困境，感覺幾咁孤單無助，上帝都係你最終極嘅保護者。佢嘅愛超越一切，永不離棄。將你嘅重擔交俾佢，因為佢嘅愛比你想象中更深厚真實。佢會用大能親自保守你嘅生命，帶你走出絕境，引導你走向光明嘅未來。相信佢，交託俾佢，你將會經歷佢奇妙嘅保守。